創造理想家居，躍動生活空間。德合集團為你繪畫夢想家園。德合集團以香港為基地，透過旗下創基工程有限公司同全新科技品牌 Udos， 致力研發高科技項目，投資日常生活各個領域，提升大眾生活質素。創基工程係香港一間具規模嘅工程承建商，擁有超過30年歷史，主要提供裝修服務，包括住宅、商場、酒店、會所同商業大廈等。歷年來打造多項傑出裝修工程項目，憑住富經驗同充滿熱誠嘅專業團隊，以專業態度同符合 ISO 9001及 ISO 14001國際標準嘅管理系統，為客戶提供一站式優質項目管理同家具配套服務。我哋提倡一站式服務，由工程接單、選材、採購，到落單、製作、質檢，到後期包裝、出貨同運輸，以至最後嘅安裝同保養，都係由創基一手包辦。多元化工廠更加提供木器、鋼材、雲石、油漆加工服務，更加備有自家運輸車隊，引入信息管理系統，確保產品嘅製作質量同時間都符合國際標準。未來生活邁向優化，德合集團注重科技研究，為咗推動行內創新同數碼化，提升競爭力，我哋集團努力鑽研推出全新科技品牌 Udos， 將大量設計、配對、購物、資訊集於一身，令用家透過唔同體驗，預示自己未來嘅家。我哋透過嶄新科技推出全新線上系統 Udos Smart， 利用 AI 人工智能驅動，創造家居配搭新體驗。用戶只需要簡單影一張相或者上傳樓盤圖片或者效果圖，系統即時以 AI 運算分析，之後就可以隨意更換飾面，選取唔同材質作對比，即時預覽真實效果，實現 DIY 設計概念。產品資料庫入邊內置近1000種建材物料同家私擺設，用家可以靈活配搭。系統亦都會利用 AI 大數據計算，產品會按空間比例自動調整大細，甚至可以多角度旋轉。用家亦都可以利用拆除功能，一鍵清空舊擺設，真實呈現模擬設計效果。系統配備 AI 生成功能，用戶只需要簡單輸入關鍵字，隨即生成唔同設計風格，大幅縮短設計時間，激發無窮想像空間。此外，用家亦都可以利用 Udos 720一站式家居設計軟件，唔再受時空限制，從 2D 甚至 3D 角度欣賞設計作品，隨意移動、擺放同轉換家私。預覽唔同燈光效果，搭配實時度尺功能，體驗唔同設計風格。為咗迎合智慧城市發展 ，Udos 善用創新科技研發出全新專利動能間隔門鎖，加速智能洗手間變革。系統結合物聯網、大數據等嶄新技術，免卻固有拉線同布電等繁瑣工序，喺無需拆除現有廁格下，輕鬆實現智能洗手間管理系統。用家只需要更換門鎖、安裝感應接收器同 LED 指示燈，就可以喺連接無線網絡情況下啟用智能洗手間裝置，有利節省工程成本同時間，打破傳統翻新格局。由集團自行研發嘅高科技變形家私 Udos Transformer， 集時尚、實用、靈巧於一身，喺同一個位置變化出唔同空間。利用觸控式螢幕或者 Udos 手機應用程式，用家喺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控制各項伸縮功能。Udos Transformer 嘅智能科技同變形家私設計，靈活配合長者同殘疾人士嘅日常需要，亦都俾住客可以突破空間限制，喺狹小嘅空間創造無限可能，打造佢哋夢想嘅家園。而作為負責任嘅企業，德合集團除咗致力提升業務、改良服務質素，更加積極投入社會服務。我哋除咗贊助唔同團體、舉辦各類型慈善活動，更加成立創愛基金，鼓勵員工服務大眾。我哋相信更好嘅明天由夢想開始。
德合集團以創新打造未來，用科技為生活添上姿彩，讓你實現夢想中嘅家居生活。